我係斯利曼嘅 Elisa， 今日嚟到華發觀山水睇一個04戶型100平裝出120平嘅硬裝落地效果，只需要6個 W 加。呢度咧，客戶選擇咗將廚房打通，做成一個開放式廚房，選擇咗呢個復古花卉小瓷磚去點亮翻成個空間嘅，就一個美式復古田園風。嚟到客廳呢度咧，業主選擇咗將一個次臥打通，延伸咗成個客廳空間嘅，就變咗超闊落啦。鏡頭走過嚟呢邊，做咗一個一字形天花，風管機，走一圈燈帶，隱藏嘅，方便打理又有氛圍感。我呢度咧就選擇咗推拉門拆咗嘅，跟住做咗一個弧形嘅，就襯出嗰個美式復古風。地面呢度就係75乘150嘅瓷磚通鋪出去，延伸至陽台，做埋風窗，將陽台納入大廳嘅一部分。廁所呢度咧就簡單咁做咗淋浴區、魚翅區，同埋到時候呢度會裝個鏡櫃嘅。咁呢度咧就係60乘120嘅柔光磚通鋪，非常之好打理同埋耐看。業主咧都非常之有心思喎，呢度做咗一個推拉門啦，咁就可以方便次臥去上廁所嘅，咁就變咗等於2個套間啦。呢個硬裝花費6個 W 加嘅美式田園復古風，大家期待最終嘅落地效果啦。